利康屏东彩灯节展览国奖这个动物造型的花灯，和万年溪溪仔边暗时变做动物园同款。展览的时间就算讲已经过啊，县政府特别经九座动物花灯送到屏东公园继续来展览，亲像是动物医所同款，真无简单。县政府嘛预告讲，为着要来配合全中运，刷来有2座花灯要甲大家见面。蓝色的海翁伫咧海内底，北极白熊、海狮甲徛鹅，互人叫是来到极地世界。一组一组的花灯，互万年溪畔变做夜间的动物园。彩灯节虽然已经结束啊，但是因为民众实在是真热情，即马动物要刷去屏东公园，不管是威风的狮仔，或者是古锥的河马，县政府特别精选9组动物的花灯，配合公园路灯的时段，同一个时间来开灯，看到超级卡哇伊的动物，小朋友欢喜的表情拢写伫咧面呢。我喜欢狐狸、兔子，还有狐狸。屏东公园开园到即马已经超过100年啊，见证屏东的发展。过去屏东公园捌是动物园，是未少在地人细汉时阵的记忆。即马甲动物花灯刷来遮展出，互民众会当来感受囡仔时代记忆。以前的屏东公园其实它有所谓的猴园跟孔雀的雀园，它以前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一样。那刚好跟这一次的彩灯节的主题很吻合。为着配合全中运，后续阁会有盛会特制款、甲孔雀复刻纪念款遮的灯，会来到公园甲大家见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